咱即时要来领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第2个所在，第1个所在伫箴言30章第7甲第9节。上帝啊，有2件事，求你伫我未死之前来成全，互我无白贼，互我无善嘛无过头好业，只供给我所需要的啉食。如果我若过头好业，我可能会讲我无需要你；如果我若欠亏，我可能会偷底，侮辱了我上帝名。第2处的圣经在记载伫腓立比书4章11甲13节，4章11节。我安尼讲，毋是因为我欠少什么，我已经学晓对现状的满足。我知影怎样过善巧的生活，嘛知影过富裕的生活。我已经得到了秘诀，随时随地饱足好，腰饿好，丰富好，欠亏嘛好，我拢知知足。借着基督所赐的力量，我会当适应任何的状况。今仔咱本堂的主任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无心系列第24讲知足。愿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上帝话，愿上帝祝福听伊话，佮照安尼去行的人。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是咱旧历年的最后一个礼拜，咱后礼拜就要过年，咱伫过去一冬中间领受上帝真丰盛的赏赐，咱应该爱感觉知足。咱顶回有分享过贪婪的第1讲，咱有讲到贪婪所带来的影响甲困境，佮有面对贪婪安怎处理的这个方式。咱今日要来分享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对付这贪婪真重要一种方式，就是知足。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大的恩典，感谢你常常甲阮三甲之地，赏赐大的福气互阮。阮只是静静伫你的面前自执，要领受你的话，求你帮助阮，赏赐阮属天的智慧，互阮会当伫领受你的恩典甲智慧的言语的过程，无任何阻挡。愿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伫分享贪婪的第1讲的时阵，我就讲过，贪婪甲较无有无共，但是贪婪甲较无是一线之隔，因其中有一个上界大的差别，就是在伫对象无共款。就是讲，你若选择正确的对象，就是较无；你若选择错误的对象，就变做贪婪。相反，有一寡代志咱爱知足，有一寡代志咱若无知足哪好。譬如讲，对伫属灵的代志，咱若无知足，就哪好。保罗先生伊对咱安尼边来讲，伊讲超人身体利益较少，独独敬虔凡事拢有利益。因为有今生甲来生的应允，所以保罗先生勉励咱讲，超人咱的身体对咱身躯有利益，但总是超人敬虔的代志，每一件代志拢有利益。所以伫这超人敬虔的代志顶面，咱就毋通满足，毋通知足，爱掠做咱无够。所以保罗就是用这款的态度、这款的观念去经营伊的信仰生活。所以伊捌对咱讲，伊讲这毋是讲我已经成功，或者已经完全，我要继续跑走，为着只求要得到迄个奖赏。其实为着要互我达到这个目标，耶稣基督已经先得到我。兄弟姊妹啊，我并无认为我已经得到这个奖赏，我只专心一件代志，就是袂记这后壁面的，全力追求头前面的事。其实伫咱来看，咱对圣经中间去了解，咱就知影，保罗伊伫信仰顶面的追求已经真认真。咱讲伊是用整个生命来追求，但是在伊看来，这也无够。
伊要继续跑走，而且要坚持到底，为着要得到迄个上帝所赏赐属天的奖赏，所以伊不断咧要求家己，不断咧追求，这是伊对伫属灵的代志无知足的态度，这值得咱去学习。所以伫新的一冬要来临之前，牧师要互大家一个概念，伫咱伫新的一冬，咱来对上帝讲，我伫属灵的代志顶面，我无要满足，我要拼命去追求。但是对伫其他的代志，特别是物质的代志，咱来学习知足。咱首先先来看一个主题，就是需要甲知足。今日所读的第一段经文，安尼讲吼，伊是出自这个智慧文学中间的箴言。这段经文的作者安尼讲，伊其实是一个祈祷啦吼，伊对上帝求两件代志。这和合本的圣经讲吼，安尼，伫我要未死之前吼，毋通无赐互我。伊较无生命中间较无这两件代志。第一件代志是啥物？就是互虚假甲白贼离开我。就讲互伊知影讲伊是踮伫一个欺骗的世代，所以伊求上帝互伊有诚实的心，毋通讲白贼。这是第一项。第二项，伊讲安那？伊讲互我无丧香，也无富足。这对咱来讲就真特别啦，对无吼？咱每一个人拢求上帝上帝你较将丰盛的恩典赐互我，特别是即俗世的物件较济。哪好吼？但是伊讲，互我无丧香，嘛无富足，就是毋通过头丧香，也毋通过头富足。为虾米？伊讲，恐惊我把足无伦理啊！讲是耶和华是虾米人？咱若好业了，咱就人拢有软弱啦，拢会想要倚靠财米，无要倚靠上帝。所以有够业就好。但是佫惊伊讲我丧香。就去偷摕直到亵渎我的上帝的名，所以伊讲毋通伤好业，也毋通伤丧香，互伊拄好就好。所以有时阵我嘛听过真侪兄弟姊妹对我讲，牧师啊，我有一个心愿吼，就是讲吼，即摆上帝互我一寡产物对无财产吼，上介好的状况就是讲吼。我要见上帝进前，全部拢用了，安尼上介好。但是我知影伊心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讲，惊讲未去见上帝进前，就全部拢用了，安尼要安怎？所以咱常常咧想讲，拄好就好。但是啥物会叫拄好？这着咱来思考一下。因为人有无共款的满足的需要，有一个日本的。心理学家叫做马斯洛，伊将人的需要分做5个层次，伊认为讲这5个层次拢得到满足了，一个人的人格才会当成熟。这5个层次是安尼吼，上介低基本的，上介基本就是咱生理上的需求。咱每一个人拢爱啉水，拢爱食米，互咱的肉体得到饱足，这是生存上介基础的需要。然后。有即个基础的需要了，人佫期待讲我伫身体顶面毋通叫人伤害，我伫心理顶面毋通互我惊吓，所以有安全顶面的需求。然后佫进一步，人若伫物质上就讲医治肉体的需要满足了，安全上的需要满足了，伊就望讲我会当甲别人会当有交往，我会当伫即个甲别人交往的过程中间。叫人感受到我叫人听，我有迄个归属感，就是有社交的需求。然后佫进一步人有迄个尊严、自尊的需求，爱追求自我的价值感。我是有能力的，我会当有贡献，我是有路用的，我做一个人，我是有尊严的。然后这拢满足了，追求上界悬的一个层次的满足，就是讲自我实现。就是讲咱每一个人拢有上帝赏赐咱的恩赐嘛，我会当运用这恩赐，我的潜能拢会当发挥出来，成做一个幸福的人。所以这个马斯洛伊讲，那人这5个层次拢得到满足了，这人的人格才会成熟。
啊，人嘛是拢咧追求即5个赞处的满足。啊，虽然伊的理论真有名，影响嘛真大，我相信真侪人拢知、拢听过。但是伊的理论无法度甲咱讲，即5个赞处爱满足到啥物款的程度，人才会当达到成熟的地步。啊，所以上界大的问题是啥货？就是知足啊！亲像拄则咱所读的箴言的作者甲咱讲的，伊无追求过头富裕，也无过头爽享。但是即款追求吼，对每一个人的价值的标准拢无共款哦。有的人爱到什么款的程度才是富裕，啊，有的人爱到什么款的程度才是爽享。每一个人的标准拢无共款，所以唯一解决咱的方式，就是互咱会当学习今仔日的主题，咱来知足。但是牧师先甲咱做伙来想一个问题，就是讲，当一个人吼，伊若无知足了，会为伊带来什么款的影响？首先吼，若一个人无知足吼，伊安那，伊产生贪念啊、贪婪的心啦，产生贪婪的心。因为吼，一个人若无知足，无满足，伊会感觉家己真欠缺，啊，不断想要填补即个欠缺，啊，但是即个贪婪的心吼，咱亲像一个无底洞同款。你若填拢填袂满，啊，伊就被贪婪所束缚掉的。所以，若不知足的人，伊会产生贪念，然后产生贪念了，伊会变成做妄惰嘛。一个袂晓得知影知足的人，伊容易陷入即个妄惰中间。顶回牧师咧讲顶一个主题吼，即爱的真谛的时阵，捌讲过，爱是不嫉妒对无？咱讲到这妄惰的原因吼，产生就是安怎？你去甲别人比较，啊，你甲别人比较了，你就讲哦，这个人较遐尼敖，啊，伊较遐尼富裕，啊，伊有诶我拢无，所以自然而然吼，若迄心理上无调整好势，就会产生妄惰嘛，吼，就是心善到尾啊，佮加上不知足，伊就会产生妄惰。啊，所以这妄惰会造成真大的伤害。然后产生妄惰了，这人就开始袂晓感恩啦，袂晓感恩吼。当一个人贪婪妄惰，接煞伊就袂晓得感谢上帝，因为伊只看到家己的欠缺，无看到家己拥有的，就认为讲啊，上帝你对我无公平，你看遐尼歹款待我。啊，即袂晓知影知足的人，伊认为讲啊，上帝赏赐的无够额，自然而然袂感恩的心。啊，当你袂感恩了，你就开始安怎怨天尤人，开始安怎不断埋怨。咱看见以色列人就是安尼，因伫埃及咧做奴才的时阵真艰苦，所以大声哀，所以上帝怜悯因，叫摩西带因出埃及。啊，结果去到埃及旷野的时阵吼，无偌久了，上帝已经供应因一切需要，互因逐工拢会当毋免靠家己的劳力，就有玛纳通食。台币蛮好势，但是吼，食久因嘛开始嫌啦，吼，因为因无知足，啊，喙就开始埋怨，啊，讲啊，我伫埃及咧做奴才，我阁有肉通食，啊，来到这旷野，逐工拢食这，就开始埋怨啦，啊，埋怨了，结果这人除了约书亚甲迦勒以外，拢袂当进入应允的地，所以一个无知足的人，伊就是开始埋怨。啊！你若一旦开始埋怨了，你就失去喜乐。你若想看觅，一个规日毋知影感恩，啊，规日拢在埋怨的人，伊自然而然，即种人袂快乐嘛。啊，所以你若要做一个快乐的人吼，你即马你就来对上帝讲，上帝帮助我做一个知足的人。好，伫新的一档中间，我要做一个知足的人。啊，所以后壁面牧师要甲大家分享，有4种方式。帮助咱成做一个知足的人。第一步，咱要成做一个知足的人吼，咱就爱先确定咱真正的需要。因为一个人袂知足，上较主要原因就是安怎，心内有真侪欲望嘛。特别咱活踮伫一个受物质的环境影响真大的世代，咱逐工接触的拢真侪广告。
咱看咱的手机啊，就真侪广告咧对咱讲啊，你欠这，你欠这，吼啊，所以咱要先确定咱真正的需要。吼，我记得过去要安排迄个课程咧教这囡仔管理伊的财物。第一项就是管理啊啦，叫伊爱分辨啥货是需要，啥货是想要。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这两项无共款哦。真正的需要，这是会当满足咱一切但是你若上要爱的物件哪来哪济的时阵，你就诚做袂知足的人嘛所以咱看见着，这世代人就是拢袂知足。因为受到太济物件的影响，直到咱毋知影咱真正的需要是啥物。咱看见着圣经中间真特别耶稣咧教示咱祈祷的时阵，安尼对咱讲伊讲恁伫祈祷进前，恁的天父已经知影恁所需要的。有人讲牧师安尼，我较会着去祈祷上帝拢知影我需要，我较会着去祈祷因为即句话内底蕴藏一个真重要的真理，就是你祈祷进前，上帝已经知影你真正的需要，但是啥物人毋知，咱家己毋知啊。最近咱有咧开这祈祷的课程薛牧师第一讲的时阵，咱讲祈祷是安那？祈祷是甲上帝一个交流，所以祈祷毋是拢一直对上帝讲，祈祷是有哪爱听上帝对咱讲，所以祈祷是。除了祈求以外，你较爱听上帝对咱讲啥？上帝对咱讲咱真正的需要，上帝对咱讲伊心中的心意，甲伊伫咱生命中间的计划。因为咱家己毋知，所以咱常常黑白球啦、蓝三球，圣经中间华语叫做妄求啦，咱若蓝三球，咱就求袂到。所以，因为咱家己毋知影咱真正的需要，所以咱透过祈祷。去了解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计划，所以耶稣嘛对咱讲安尼，伊讲，所以毋通为着咱要食啥物、啉啥物、穿啥物来操心烦恼，这代志是无信的人所追求的。你的天父知影恁需要一切的物件，这一切物件，你乃先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遵行伊的旨意。伊就会将这一切收赐互恁。好本的圣经翻译做：你乃特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是咱来求迄个上重要的物件，然后上帝将咱次要的物件，咱真正的需要收赐互咱。所以毋通为着这物质上的代志来烦恼。咱相信上帝的确供应到业，咱。若有即款的操练，分别啥物是真正的需要，啥物是咱想要爱，但是咱毋是真正的需要，咱来分别即两项。若会当做即第一项，你就开始进入知足的喜乐中间。然后第二项就是，你要开始对财物有正确的看法。咱要用正确的态度去看即世间的财物。圣经中间咱来理解对财物的看法，讲这财物金钱毋是无好的代志。反倒当耶稣也对咱讲，爱借着迄个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路用的时，啥物是钱财无路用的时？就是咱肉体活命结束的时嘛。咱肉体活命结束了，咱有的产业拢是变做别人的嘛，咱家己无法度早走嘛。但是到钱财无路用的时阵，因为咱好好来管理运用这上帝互咱的钱财财物，伊会当接咱到永远之地的帐幕内底去。咱会当借着钱财的分享，互上帝得到欢喜，互咱领受祝福。钱财可怕的所在是，伊对人有真大的吸引力。人若无法度控制咱家己的心用正确的态度去看这财物，真有可能去互钱财抢夺咱的心去。所以保罗先生嘛安尼讲，伊讲你要吩咐遐金世富足的人，毋通骄傲啦，毋通自高也毋通倚靠迄个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迄个享受逐项物件，
互咱的上帝。所以这对咱来讲真重要吼。咱毋通挖靠钱财，反倒当爱挖靠上帝。耶稣嘛对咱讲吼，一个人袂当侍奉两个主，毋是爱即个，也是厌恶迄个。若毋是看轻即个，就是看重迄个。人袂当侍奉上帝，搁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所以咱来理解吼。所以牧师顶会咧讲谈论的时阵，有针对钱财有讲过5个原则对无？大家敢会记是四不一没有？你来记伫你的心肝。其实吼，咱来理解来讲，咱用正确的态度去看财物，控制伊甲咱的距离啦。牧师顶会有做一个实验，互恁看到无？就是讲，你迄钱财甲你的距离真重要。你若摕迄钱吼，牧师顶会摕2个银角仔对无？讲这银角若甲你的距离上近的时阵吼，砸着你的目睭，你看着规个目睭拢看到钱对无？安尼你着规个心拢被钱占领。但是你若将迄个钱摕较远的，你除了看到这钱以外吼，你个会当看到真侪兄弟姊妹嘛。你就知影讲我会当管理，好好来管理上帝互我的财物，去祝福其他的人，我也领受祝福。所以这个咱甲钱财距离真重要。咱若距离正确，咱就诚做钱财主人；距离若错误，咱就变做钱财奴才。所以咱来理解，爱正确的观念来看这个财物。第3项，就是咱会当做，要做一个知足的人，你就是爱较侪去看咱所有的，好好去享受上帝所享受咱的一切。如果一个人常常想讲我欠啥物货，我无啥物货，我失去啥物货，这个人就变做真丧向。反倒转来看，如果一个人常常想讲我有啥物货，我得到啥物货，一定真富足。过年的时阵大家即几工有咧款内底，若还未款来去款，你就感觉讲你做富裕，开遐侪物件搁要囥倒搁毋知影所以你若好好去检视你上帝所享受你的，享受伊，你就会感觉你做富裕，你就将做一个知足的人。所以知足的人，就是常常去看家己有的，毋通常常去想一寡家己得袂到的、家己无的。安尼，伊就当对知足中间去得到喜乐。最后一项，咱要训练咱的知足咱就常常爱感谢，而且倚靠上帝。第一项就是咱爱凡事感恩。圣经中间讲，地甲其中所充满的世界甲点伫伊中间的，拢属耶和华。所以一切世间的物件拢是属伫上帝，包含你手中的财物拢是属上帝。上帝将这物件赏赐予咱，咱所有的健康、咱的工作、咱的事业、咱的家庭，咱一切的财物拢是对上帝来。咱做一个领受者，咱就爱安怎？常常感恩嘛，保罗嘛安尼讲，因为咱无带啥物来到这世间，咱任何人出世的时阵拢双手空空。肉体活命结束了，咱嘛是双手空空，嘛袂当带啥物回去。只要有食有穿，咱就爱知足。所以咱爱常常对上帝怀着一种感恩的心啦。因为有这款感恩的心，咱才能过知足的生活。所以今年咱拢有摕到这个春联对无？你若搭伫恁厝的门口，这是牧师今年写互大家对无？就是新春，咱就学习感恩的功课。咱规年度拢会当得到上帝所赏赐的福气。所以你若这毋是搭伫恁兜的门口尔，你要刻牢伫你的心。当然，咱的生活中间可能会拄到一寡不如意，也是困难的时阵，咱就爱学习倚靠上帝，时时倚靠。咱拄则所读的第2段经文，保罗讲：我知影安怎过善车的生活，也知影安怎过富裕的生活，我一定得到秘诀啦！咱台语的圣经翻译做讲，凡事我拢老练啦！我随时随地
饱足也好，枵餓也好，丰富也好，欠缺也好，我拢会当知足。借着基督所享受的快乐，我凡事拢会啊，我会当适应任何的情况。其实这段经文吼，咧说明保罗内心的世界，伊真清楚对咱讲，伊对物质生活的态度甲观念，就是伊知影知足，而且伊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所加添的快乐，互伊人生无论是顺境逆境，伊拢知影上帝稳定教也伊用。只要凡事倚靠上帝，无论环境安怎，伊拢有知足的心，拢有喜乐的心。咱的俗语讲，知足就安那，知足就常乐，对无？你若要有快乐的一天，你就爱学习知足的功课。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伫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主啊，阮过去一天对你得到丰盛的恩典，阮也恳求主，伫新的一天中间帮助阮，操练阮的敬虔，互阮凡事拢得到主的引带甲保守，有知足的心，常常喜乐。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